是直播着餘生的舞4A 的旅途，亮麗地轉到我一眨眼，偏了航道，默默伴唱着，卻聽到眾聲呼叫恐怖，望向周邊，為何貌似新宿長篇簿，唱着免費 show。電視在播着我的歌與結衣的趣聞，混亂又過分，我的思緒衝出這裏勇敢提問，但未到撲鼻炸雞一吻，攞身的很吸引，大吃一番，投入環境充當個放肆的狼人。常在探測粵劇拍攝竟翻新主角，放膽拋去最暗戀的對象和復配團圓，大結局氣溫急降，串燒小店換完尋味這段奇遇就參上，座談伴偶再是現實結帳，我將不敢想，天意難理解，預算的通通都追不到，困家裏沒計劃竟相遇到，飄雪離去嗎？但至少櫻花中望。瞬間一轉，煩惱盡哭，難過的都會離去嗎？預算的班機都飛不到，困家裏沒計劃，驚喜已告，一切煩亂的踏過的東京都尚好，再等多等，行到就到，在鳥居合起手掌再許願，懷頭的掛起繪馬就會完，在雪山暴風可找到溫泉裏頭的。最終燒到服了，原地轉沒法參透。